第37日，耶穌，你冇提前 book 台喎。自從搬咗屋之後，我哋開始更多咁樣去接待朋友，接待一啲弟兄姊妹嚟訪。正因為咁，所以咧屋企成日要保持整潔，雖然都唔係好整潔。屋企嘅零食櫃咧都要常作預備。感恩嘅係香港人咧都係比較習慣提前預約，好係多過突然間走咗你屋企。當然啦，有陣時禮拜日崇拜結束之後，都有啲弟兄姊妹會過嚟坐下。咁通常我都會快跑幾步返去，稍為作一作整理。喺耶穌同門徒共進最後嘅逾越節晚餐之前，佢需要一個客廳。讓我哋一齊打開馬可福音14章12節。除酵節的第一天，就是宰殺逾越隻羔羊的那天。門徒問耶穌：你要我們到哪裏去，為你預備逾越節的晚餐呢？他就差派2個門徒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到城裏去，必有一個拿着水瓶的人向你們迎面而來，你們就跟着他，無論他進入哪一家，你們要對那家主說：老師說，我的客廳在哪裏？我和門徒好在那裏吃逾越節的晚餐。他必指給你們留上一間佈置整齊、預備妥當的地方，你們就在那裏為我們預備。門徒出去，進了城，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，就預備好了逾越節的晚餐。有冇諗過主耶穌嘅逾越節晚餐有冇提前 booking 嘅呢？呢段經文同耶穌喺進耶路撒冷之前差遣2個門徒去對面村攞一隻被拴住嘅驢駒一樣。喺逾越節嘅晚餐之前，耶穌同樣打發2個門徒，讓佢哋進城去揾一個地方。同樣嘅，成個指引同埋方向都好清晰，甚至連嗰個揸住樽水嘅咁細節嘅嘢都能夠 mark 出嚟，讓人好疑惑，到底水樽係咪接頭嘅暗號呢？但係呢個攞水樽嘅人唔係門徒要交涉嘅人，呢個人只係一個僕人，要帶住門徒去正確嘅嗰間房。門徒實際要交涉嘅係嗰一間屋嘅主人，因為門徒要對家主說：老師說，我的客廳在哪裏？而家係家主即刻俾一間佈置整齊、預備妥當嘅大房間，而門徒呢，就開始喺呢間房裏邊為耶穌預備逾越節嘅晚餐。面對呢一段經文，耶穌好似預見咗一切咁樣。學者們有唔同嘅猜想，有學者認為係耶穌用自己嘅神聖預知嘅能力，為自己同埋門徒揾到享用晚餐嘅地方。有學者認為其實係耶穌為咗唔暴露行蹤俾猶大，所以自己提前做好所有嘅安排，甚至 set 埋聯絡嘅暗號。甚至有學者認為，係咪馬可寫呢卷福音書嘅時候，
呢個家主喺一個唔安全嘅生命狀態裏邊呢，為咗家主嘅安全而要刻意隱瞞家主同埋僕人嘅名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冇辦法知道真正嘅答案。而喺第14節開首嘅一句，無論他進入哪一家，呢個不可知嘅描述，我可能更加傾向於認為耶穌冇提前 booking。無論如何，經文嘅重點係兩個嘅預備。耶穌同門徒到達之前，家主已經為耶穌預備好客廳，門徒亦都繼續去預備，並且預備好咗今晚逾越節嘅晚餐。客廳，一個預備好嘅地方。今日我哋嘅客廳就係我哋心靈嘅空間，可能係忙碌裏邊片刻嘅安靜，可能係喺困境裏邊祈禱嘅交託，可能係將才幹、時間、關係都全然獻上。無論耶穌有冇提前 booking，佢所要嘅係預備妥當嘅心，係信服、敞開，隨時預備回應佢嘅聲音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為咗迎接耶穌突然嘅嚟訪，讓我哋嘅生命常常佈置整齊，預備妥當。當耶穌今日問我哋：我個客廳喺邊度啊？但願我哋嘅回答係：就喺呢度，請慢用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基督，求你光照我心裏邊嗰啲仍然未交俾你嘅國樂，幫助我好似嗰個客廳嘅主人一樣，將嗰啲俾各種嘅憂慮、各種嘅娛樂所佔據嘅空間打掃乾淨，為你隨時嘅來訪預備妥當。然而，你賜下渴慕，我每一日渴慕你進入我嘅生命當中，與我一同坐席，使我嘅生命成為你同我相遇嘅筵席之地。聽我哋嘅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祝福你，聽日讓我哋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